歇一会儿啊，我给你倒点水喝。等我啊。对不起啊，我昨天说的话有些自私。既然你喜欢参加那个比赛，那就去吧，开心就好。志恒，你不用跟我道歉。我呢已经想明白了，我决定不参加那个比赛。为什么？因为钱和出名都不是我最想要的。我应该好好照顾爸爸，好好做你的女朋友。宁宁，你昨天说的对，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独立的人格，那就等于失去了灵魂。我不要我心爱的女孩失去灵魂。我相信钱和出名对你来说都不重要，但是去拼、去赢、去证明自己是很重要的，对吧？还不行啊？那我可就说出我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了。给我一个满足我虚荣心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我到时候啊，一定到现场给你加油打气。志恒，谢谢你。我说，我要走了，你自己要保重身体。下一排。爸，我来了。我说我走了。爸，干嘛呢？下棋呢？什么呀？爸，什么都没有啊。爸，你知道吗？志恒同意我参加选秀比赛了。我从来都不知道，原来他会这么在乎我。爸，歇一会儿啊，我给你倒点水喝。等我啊。谁听过分手的歌，许下过的承诺，懂得迁就我，人潮再多疑，携手过太多，谁想的故事结果，却走散了你我，曾经清楚着爱过。媳妇儿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照下自己。真的，快坐。随便了。媳妇儿，我可想死你了。这是怎么出来了？骗我老妈拍照片啊？等着。
经理啊，我上吐下泻，我可能昨天吃错了。啊，谢谢经理，谢谢经理，我明儿一定尽量过去。哎，搞定。上学的时候没见你这么会表演呀、哎，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，说。我要参加选秀，帮我准备一下。选秀？什么选秀？刘一鸣，你租这个房花了多少钱啊3000啊。3000？哇，那比你上回租的房差多了。刘哥，我一接到你的电话，就把公司里边所有的房子全看了个遍，甚至还跑到别人家看了几间你说的这个价格的房子。这间房同价比中的条件算是最好的，而且这间房的房东啊是头一回把这房钱往外租。上回给刘哥租的那房子，刘哥退房的时候都没要我去找房东退押金，我怎么可能还像刘哥这样的人呢？哎，兄弟，在这个地点、这个地段、这个价钱，能租到你已经帮到我了。女人的话不能听，我跟你说，她这叫什么呀？这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。说谁呢？你小样！哎，行，那有什么事儿您再给我打电话吧。好，我先走了啊。辛苦了。哎，拜拜。老实说，连我都想批评你。谢了，兄弟。哎，再见啊。不会演戏的。我在巴黎看录影带的时候，甚至想把录影机给摔烂。这种实力还说是我女儿。弟妹查岗喽。总之啊，你还真不会演戏，所以你才会休学1年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不是休学了1年，现在这出以后不准再拿这事开玩笑了。这么夸张不可吗？啊？我们俩分了。你有说？喂，郭涵，你要借海州剧院的排练场，干嘛？秦边要参加选秀。哎，刚才在家里你说那话什么意思啊？真的分了？好，不问了。你是不是看我现在这样，特开心，特爽？绝对没有。你想想看，我是你的情感垃圾桶，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肯定憋在心里不舒服。你是不是想找一个人说一说啊？何妈妈在这儿呢，说吧。